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，喺暗头刘浩明。明年正月15嘅时节，我哋都提讲我哋要团量嘅，明白嘅量嘅吼，如果我哋团多，我哋一啲头量嘅睇啦。但是观众朋友有想过冇？万一出一道量嘅题目嘅喏，其实出一量嘅题目真係冇簡單，因為唔單止可以通曉我哋嘅地理歷史，同時也把我哋嘅客家嘅文化嘛改地，然後都出好啲改好嘅量嘅題目。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，一路專門提出量嘅題目嘅，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陳新寬陳老師來開場。新寬老師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甲東來嘅新寬。好，新寬先生，我請問一下吼，因為你自己本身開始在出量嘅時間，當初，侬是一開始從開始接入工作咯？我了下係公務人員，喺屏東縣政府上班，我咩係家東嘅帶路人嚇，就係文史帶路人。文史帶路人呢，社會嘅家東該講古蹟，沒有家東沒有該豐富嘅生態嚇，資源生態。故所呢，歡迎大家呢，客來家東漸入佳境。哦，嗰時都起碼我其實睇你哋工作地步，你都該從去接觸到我哋嘅家東嘅文史嘛，嚇，同時對文化嘅部分。咁我想問，因為其實講起家東來講嘅話，然後因為我一個客家莊，其實唔係，嚇，其實我哋咧有其他莊頭，咪係好多莊。咁線上咯，你即個本地都係行業咪？唔係，我係家東隔壁鄉嘅林邊人嚇，家東冇人講客。我阿爸阿妹咩講河洛話嘅，不過我外公我外公係帶住家東嘅海巡家東海邊嘅漁村溫嚟嘅，故所我算家東嘅外巡嘅外巡。故所等於如果雖然講這個係其實係林邊啦嚇，但是媽媽其實家過意係冇幾少同講客話，還是蠻少我講。唔會講，唔會講，唔會講。但是人家客話講一定好呢。冇啦，經驗啦，係從小嘅經驗。按樣講嚇，我母家係做生意嘅，我係五金行。從小我母家都留家東嘅行業呢，要做生意。故所家境一支支學，一支糖啊。嘅我學嘅體技客話嚇。按做30公斤30公斤。乜嘅意思呢？因為我家東我阿爸嘅朋友都係烏卡我從小就車嘛，看到佢就用客話同用河洛話同佢講，阿寬你這你咁30公斤冇人用30公斤，他旁邊有客家朋友他聽不懂，就翻譯給他聽故所30公斤咧，係我體技學到嘅話。你都講，其實你差不多當成30公斤啦，嗰時你等於30公斤都嗰種矮樣嘅嚇，嗰種你之下體嘅嘛。但是我想問一下講，因為像唔知㗎，萬歲有去過家東冇？我那個片啊，該接去家東。媽媽我專門駕駛，我帶你去。家東嚇，在我記憶裡面嚇，就會2個總頭。呢個總條係溫嘅，個漁村嚇，係我外公嘅母家。嗱我係家東農家東果農家東農校，因為做生意啊，故所該接去家農。當然家東行業哦，河洛話講得安裝，冇強故所人哋該接同我講河洛話，就係。如真係講，又咪係成法啦，真係我哋邊度愛從外面我哋講打交道做生意啦，嗰時候多少我哋一聽我講客話，一聽我講河洛話，而且講我歸站掉，真係像我爸爸嚟講，我爸爸冇歸因為做生意嘅關係嘛，冇我講河洛話，啲河洛朋友都同我講，爸爸嘅河洛話睇唔出講係客人講，冇強，冇強咧，睇唔出係河洛人講嘅，客人講嘅河洛話，真係你唔感覺到唔知個冇講嘅話，你唔感覺到一路係真實嘅河洛，因為嗰時陣伊做生意，你像頭先我哋時常講嘅，你因為做生意，唔單止我讀到河洛人，冇讀到行業，我讀到少我學客話，可是問題係唔知個嘛，雖然講唔知個媽媽嘛係本地行業嘛，因為人哋外公係啲本地係河洛人。我哋係河洛人，嗰時跟我學客話咯。
合法正经好哦，应该读省立凤中，凤中嘅时节，凤中有介多美农嘅同学，我就听同学学嘅，就按用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天顿同學學是學合法，但是因為萬世其實有安尼嘅經驗啦，哈，有安尼嘅算是雙雙有談到合法嘅一件事情。嗰時我想講，對於因為語言對人來講唔係講過陌生嘅，好唔係講過生分嘅一啲語言。但是問題係想講，做乜嘅嗰時時我想學合法，因為嗰時我剛剛都講，好多人講好多話，頂多我們在學個華語啊，可是嗰時我想我去學一啲合法又我講，又唔免即個慎重背景嘅一個法師咯。按樣講哈，因為我從細對文史哈，較有興趣哈。我台灣的文史界哈，漢人的比例改過，改過，超過人口比例，嗰時候我有好奇，我就慢慢去了解客家族群跟客家文化，是按樣來。那最重要係個我從細就對語言較有興趣，合法介特殊嘅地方哈，講本堂哈，按樣講，合法哈地方有分種族強、全族強哈，不過呢，大部分發音有差哈，不過調冇差哈，冇像合法台灣5種客家強調哈，每種語言用詞哈、詞彙哈。發音、上調，都冇強用差介多，為什麼引起我很大興趣，就去研究比較這樣子。先生，你講我哋發現到哦，喺我們從咧學種族強同全族強吼，你能我哋講調性強用啦吼，但是也有的是發音嘅冇強用吼，差音冇差調。差音冇差調，大部分按用。你係咪同我哋先人同我哋記得你嚟講，乜間度差音冇差調？冇問題哈。我先講普通話哈。好。那個造句，華語就這樣講哈。上街買雞，買瓜回來給雞吃。種族強嘅按用講。上街買雞，買龜啊，等候雞食。我按用講。全族強嘅按用講，上龜買龜。買龜啊，等好龜價啊，你會發現，那同樣一個雞的哈，華語的雞，雞跟龜這個差別。不過挑都冇偏，挑冇偏，強用哈。不過合法就差介多，愛記哈，愛造句哈，記憶哈。那個我在比較四縣腔跟韶安腔哈，華語這樣講，韶安腔的客語跟四縣腔不一樣，差很多。所以我講韶安腔客語的時候，你一定聽不懂。這樣講哈，我用四縣腔來講韶安腔合法，然後四縣腔合法冇強用，差介多。故說我講韶安腔合法的時節，聽作淡水，聽作淡。那我講早安的哈。韶安腔的卡數和四縣腔的卡數冇分差真多。數字愛講講強卡數師傅很天車天網，看有冇？差介多哈，正經差介多哈，差音差調差介多，故說冇法度溝通哈。故說我聽我朋友講哈，你就可以想象韶安的族群在雲林是多麼空虛跟寂寞。後林唐夢，行裡面唐夢啊，就變成很孤單寂寞，就很孤立這樣，就這種處境，所以我覺得很有趣啊。從語言裡面就發生很多那種文化上那種趣味跟差異。冇唔錯，因為其實睇語言嘅部分啊，唔講嘢好容易嘛，要唔錯，因為伊也要人講。語嘛，有同好多語言冇強用，強於個冇強用。但是對好多人嚟，對客人嚟講嘅話，比如講嚟西安客嘅話，都因為講佢嗰種強，有嗰種偏好多強。但是語嘛，我哋要談唔到事，比如講卡蘇。其實我特別看到卡蘇嘅時節，我想講有乜個東西咯，可能我發現客花，我能講客花，能講係卡蘇，係，都變成。連用嘅方法都冇講，講嗰種強調。我冇坤，冇講，或者我講冇講，沒有講，
哦，那是毛菌，就这样查开懂。係，嗰種其實對我哋客家嚟講嘅話，譬如講，人家客家會講我哋要四海太平安嘛，嗬，西安、海陸豐，嗬，太浦，然後饒平，嗬，好，然後嗰啲還有在外，嗰種，但是比起我哋呢啲嘅泉州腔啦、漳州腔，其實哦，也比四海太平安嘅嗰種腔調嘅差異，差音差調，差太多，用是咩冇重用。咁幾時學客家時間，你天天學嘅係乜嘅呀？四眼強，所以閩講嘅學嘅係閩南強，閩南嘅四眼強，因為我接觸較多閩南嘅同學嘅，對，閩南嘅四眼，因為其實閩南，同樣嘅南部四眼強啦，其實閩南嘅四眼強。要同我哋講，我哋漢族嘅四眼強，因為冇同樣，然後係因為體力頑強，然後其實睇創字，還有睇我哋嘅性別，因為有時個貼配咧，即個我哋講咬字的一個冇同樣。你學啥講嘅次方言啊？次方言，同樣係四眼強，唔講係次方言，因為北屏東、中屏東、南屏東就冇同樣，幾神奇嚇！係啊，幾神奇哦！其實他跟你喺度強一塊地方嚇，你後冇一度幫嘢，你如果佢是你冇強嘅地方，都產生個冇強嘅一種講法方法。咁像現場除咗四眼強以外咯，再換強嘛會咩？再換強唔會，按用講嚇，5種強調，多兩個單腔，饒平沒學過。哦，係啊，4種都學過。按用講嚇，全部四種強調都通過總級嘅，也係中高級嘅。四眼強中高級，太浦強中級，再換強中級。海陸強轉唔過來，海陸強沒辦法。太浦強嚇，通過以後咧冇機會講。你下全部填標誒，嗰時候你下做嚟講係四眼強，然後再換強，兩種強調。所以這個唔單止學嘅話，去認真都錯嘅。係啊，佢做乜我想去認真咯？那個問題我想過嚇，考試嚇係一種比較積極會推動你去學習的東西。我們自己如果去去搞學天天的學慢慢學，愛記學，偏偏拖拖學，進步很慢。認真啊，強迫你自己，因為有時間嘛，一個月就要考吧，對，你就會比較集中能量去那個。所以我真是講，我從小很反對考試，很不喜歡考試，但我現在年紀大，我鼓勵人家去考試。因為這樣你才會積極，其實有啲目標嘅，然後有啲標準嘅呀。唔講我講學法，我講到哪個程度咯？你至少有一啲目標，某個時間一定要考試嘅吧？聽見你講有一啲程度嘅，有講你而家係初級、中級還是中高級？可以講係另外一件事情啦。至少對這個嚟有啲交代講，我學到嘢喲，係用嘅一種程度哦，係一種目標。冇錯。可是對嗰種人來講嘅話，如果講我講客家仲冇認真咯，其實就相同人哋時常講嘅呀。其實認真係一啲目標，同時係一啲標準。好，你至少我哋講，即個客家更加學到某個標準嘅。首先下我哋喺我哋話嗰度個精彩嘅故事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。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嘉東嘅陳新寬先生，同我哋講，以前我去學識我哋客家嘅嗬，我都發現到講，其實呢啲好容易，嗰種真係想要有心學客家話，其實唔係一個幾困難嘅事情啦嗬。但是我想請問一下嗬，因為其實我哋發現到講，雖然我哋嘅新寬先生係好容易，但是你對我哋客家強調其實研究幾多，嗰種唔講嘅四海太平嘅強調地方有乜個差別咯？按用講嚇，一個來講，四眼強嚇，四眼強嘅特色，用國語注音來講嚇，支持失之嚇，全部沒有，四眼強沒有支持失之，然後海陸強啊，支持失之都有，而且日特別多啊，而且還有一個的音，我們說 CMA， 用 CMA， 我們講 C 大 R 哈，會很多的音啊，那這樣強呢？支持失沒有，但是日特別多。然後另外一個特色，很多吁的音，等一下我舉例啊，很多吁的音會發成波，發成波。那有很多子的音啊，像我們那個荊棘有沒有？
记得哈，他们说记住，然后加等很多这样发音哈。我刚才讲那个波的音，像我们园游会哈，华语说园游会那个园 u 的音嘛哈，那有发波啊，然后游戏的游哈，那个游游那个它发日啊发日，所以园游会他们这样会这样念，园游会啊会这样念啊，沙湾腔有这样的特色啊。那海陆腔正经讲啊，转不过来哈，那跳转不过来，有可能花的时间太少了哈，没有花的时间不够多，所以转不过来。那头摆好这样一段时间啊，正经会熊大哈，因为公关时间强哈，转不过来。不过呢，后来转过来没问题。不过海陆强哈，就无法度哦，故所爱用较多的时间来学啦哈。可能嘛，因为海陆强同的时间强的强度都相反啦。我哋第二嗰時遇到過嚴，嗰度變成講，可能以下嘅試一慢慢按三數嗰時，然後一學海陸強啊，唔係會比綁走冇，你講，你保唔過來呢？佢從你這個學嘅按度強調，同時嘛要按有心得。你邊同我哋觀眾朋友，他要分享下喎，我哋講學客家嘅小訣竅，好冇？有乜嘅可以高方便嘅方法冇？你講高聰明嘅方法可以學客家嘛？正經講有哈，用版說愛叫蜀根客家天師台，愛叫蜀根福氣來，正經咁講哈，愛用講，個人看法有一個老生常談，兩個所謂小技巧啊。老生常談就是我們常常講說，多說多學多聽啊，多說多練習啊，愛加接練習啊，愛練多嘛嘅，那練多嘛嘅長途呢？練多親戚朋友啊抗議，練到親戚朋友抗議說，這新冠怎麼老是在講客家話很煩呢？練到對自己很厭煩，說，哎，我怎麼練來練去都這幾句在練哦，對自己很厭煩哈。所以，我舉個例子，我朋友那做中介的，他們這樣講，說如果你買賣房子哈，客戶這裡講說，你好煩呢，你是很煩呢。那就快成交就按很講，沒公司會哈，沒事的，就是說你練到那種地步哈，就是覺得很熟了，朋友會抗議的，你就覺得我怎麼都一直在那個地方，一直在那邊那個叫什麼跳針，一直，那就是真的會過關的，這是第一個老生常談。第二個，因為我說兩個技巧，其實那也不是我獨創，是很多前輩的公認啊。第一個。要歸納比較，歸納比較你才學得快。那一樣舉例子，好，假設舉不定來T拜或客話哈，假設我今天是第一次學客家話，好，我或許有華語的基礎嘛，我會講國語嘛，我會講後話嘛，哈，那我就來做比較。好，那個飛不是歐陽菲菲哦，是鳳飛飛的飛哈，是張飛的飛。那個飛華語注音怎麼做？f u 微飞，我们都做 f a 飞啊，其实中间还有个 u 的音啊，有个 u 是 f 微飞。那后发用满讲杯啊 ，b u 微杯啊，先讲用满讲 b 黑咩啊 ，b e b 好 ，OK， 这三个一个飞这个字，三个你去比较，就发现有些是声母一样，有些是韵母一样 ，OK 哈，飞 f u 微飞。跟 b u 微杯啊后发脑发音韵母一样，然后 b e b 啊，那 b 微杯啊声母一样，都是 b。这样归纳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推啊，把一些法则，其实有一些对应的法则啊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说黄色哈，发音很多黄色，发很多蒙色，黑没啊？所以你会发现。喝，华语的喝呢，倒可以换成啵，有很多这种对应关系，对，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学的时候不要蒙着头一直学啊，碰到一句学一句，你就科技归纳，好像有这个原理在哦，你就可以推。我碰到有几次我没有学过客家话，那硬推讲出人家听得懂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抓到那个归纳原则。可是你
语言的一种语言的发展，对广东人来讲的话，有种讲你咪如果个自然的嘛，其实语言的发展里面，其实也是一个具有内同的发展啦。好，就像同样讲 ，f 会变成 v 的音，好，黄色、黄色，好，h 会变成黄色，也有意，嗰种其实喺广东里的地方一方。喝原来的方言喝的音，好变成 v 的音的，变成黑花色的变成 v 的音的发生，好，其实也对那讲语言学来讲吧，其实係一個具有內通的一種語言，但是對我哋講方言嚟講吧，其實我哋都無以比較嘅方，我哋冇發現到，其實一種東西其實係一種具有持續的系統性的一種發展。那其實頭先我哋先嘛講嘅啲最重要嘅事情嚟講，其實學呢啲語言嚟講嘅話，都真係多談，多學，嚇多講。我哋啲講，頭先我哋談到我哋啲先生講，我哋講，用我要學識客家話嗬。我哋啲先生嘛，我做客家歌曲咧嗬。係啊。你咪可以現場同我哋唱一段好冇？同我哋說明一下人家歌曲，然後同我哋唱一段。佢排斥又怕影響收視率。係啦。按用講嗬，我唱那個歌嗬，按做君在南方哈，君在南方哈。那歌詞大概就是，我先用華語講一遍哈。君在南方事情多，恐怕無暇思念我。願君事事皆順利，我在北方思念君啊。那翻成客語叫做君在南方事情多，恐怕無閒思念我。願君事事皆順利，我在北方思念君哈。那這首是我朋友的，他傳給我的簡訊的哈。叫我幫他看一看，我說這個有音樂性的，我就把它翻成客語哈。那以1-2年哈，比如縣政府客家事務處舉辦嘅客家太上獎哈，歌唱比賽哈，就得到第1名。啊，因為太傳奇的，所以我要解釋一下這個部分啊。要說過呢，其實哈，107年那次比賽有分創作組跟歌唱組，那我就把這首歌呢。就播名創作組，那原本呢，我歌唱組我播名我比賽嘅新寶康樂隊黃連玉老師的《某 Q 用給你》啊，那麼過呢，比賽前幾年呢，那個主辦單位就說，白謝陳老師那個找不到伴唱帶怎麼辦？我說哦，要用個啥個賬號啊，我做的從我自己下給我嘛，哦，我歡迎。不時候我就拿君在南方來比賽啊，很傳奇，就是這首歌在創作組連入圍都沒有啊，所以我就把這首連入圍都沒有的歌拿來唱啊，來這場比賽。好，簡單唱一下，第1段古調，第2段是平板，第3段是用嘻哈啊，然後我唱哈，雲在南方事情多，仰怕無閒思念愛，願君事事皆順利，我在北方思念君。這是古調，第2段平板。君在南方啊，事啊情啊多，仰怕無閒啊，思啊念啊愛，願君事事啊該啊順啊利，我在北方啊，思啊念啊君。第3段嘻哈的哈，雲在南方事情多，仰怕無閒思念愛，願君事事該順利，我在北方思念君。雲在南方事情多，仰怕無閒思念愛，願君事事該順利，我在北方思念君。幾萬用。聽到我哋咧先看先生嘅歌詞，我發現咧講其實，因為啲歌詞有無同樣嘅講法，和無同樣嘅強調，其實唱出來無同樣嘅感覺。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，嗰件晒故事。
欢迎过来福起来，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嘉东嘅陈新宽先生，同我哋创了一条贵好糖嘅客家歌嘅。但是人哋冇其實新宽先生話有一啲貴厲害嘅地方，如果出糧嘅，我哋冇辦法想到講，佢團糧嘅就貴難嘅。可是出糧嘅人哦，其實也有過辛苦哦。但是其實出糧嘅題目地方吼，有幾多我哋講細細嘅嗰種竅門啦，吼，我哋今日就談到啲新寬先生同我哋講，演員出糧嘅。新寬先生，因為其實你這個出嚟幾多位，叫我哋講客家糧啊嘛，吼，你係咪現場先出幾題，幫我哋觀眾朋友談一下好唔好 ？OK， 做得，好來。我唱哈。係茶果林邊橋，往南，冇錯。林邊在下溪都搞懂啊？係啊，冇錯啊。嗰數也係啲哦，成語係咪？係成語冇錯。林邊在下面都搞懂嘅嘛？嗰數都慢慢的都搞懂。有搞係對，啊公章咧，要公章咧。成語嘅意思就是慢慢的。慢慢行入家當，慢慢的你漸入佳境。錯，厲害。好，聽得。觀眾朋友團錯我其實一歸冇團。好，西門西草宴客必備。對，宴客必備。也係話日式餐廳哦，日本式的傳統。觀眾朋友團看下上下問到西門西草愛啲啦，宴客必備，同一個日本式的傳統。來提示哈，這一題呢，先這樣，最簡單的，你的數學，4加4等於多少？8，冇錯。啊，宴客必備哦，就會聽錯，拿出來本年學識嘅，一定要拿出來給客人吃。同8有關係冇？有8，三十四，嘅傳統哈，大部分係180條。180元的傳統，然後有地方有名嘅地方有啲8，冇錯。T34係8，T34係8，冇錯。然後差唔多180元嘅一個咖喱嘅係咪？聽錯愛拿出來本年學識嘅。我特啲嘅，好。聽錯愛拿本年學識嘅。8的烘東西，然後天色8。很強。好，很有天分哈，主持人，我們主持人很有天分。好，第三題，平鋪比飯低公文。對，好，政治的口語啊。我要解釋一下，這個在那個年代，宋公文會開車嗎？唔會。會騎機車嗎？冇。還用板送。用走的吧，用行路的，用走的，用行路的嘛，用就差唔多咧。然後選舉有關係，用走的咧。34，選舉有關係，我就想到當選啦。咩？行路啊，走路講啊。錯，走路講冇錯，做乜就走路講啊？是看到人數，那啲係走路講。係啊。平埔族送公文就會用走路嘅，走路講，走路送公文啊，好，冇錯，好過來，呢個題目哈，來說明團糧嘅係用本團哈，有人問我厲害唔但搶會團糧嘅，咩會出題目，用嘅做到，我講哈。2方面哈，一方面是知識就是知識是沒有止境的，就是我們不斷的累積了哈。然後另一方面思考，重點是思考。團糧嘅哈，一個特色係水平式的思考，就是說一個題目出來，你要從正面、反面、側面某個角度哈去思考因為我哋平常時間呢。它關係直線思考，這個 Q 然後一個 A 很清楚，我們就很直線思考。故此很多人就很頭痛，對啊，因為他直線思考就想不出來，所以就會想不出來。所以團糧正經對腦筋有幫助，會活化你的腦筋。好像這題就是我特地來舉的例子，舉例子，
莫扎特，音乐有疗效，对，有疗效，这个猜一个口语4个字啊，因为没成语，因为口语，对，莫扎特音乐神童，对，有疗效，这个我们说音乐治疗嘛，我们音乐是画图，我们是用看的嘛，音乐用怎么样？用糖用糖不错，对，有疗效，还嘛个意思，糖的好效就会，你偏的就会用，如果好，会好，冇错，不错，就出来，听听就好，厉害，听听就好，因为像头都唔知啊，其实我相信观众朋友看到健康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新昆欣赏的量会特别，以免个人传统的量比如讲用个故事啦，讨论那么个东西，新昆欣赏的量其实同我哋咧健康生活过结合，同时嘛过多元，嗰种相同都是又讲，嗰种我哋一般人係我哋講側的思考嘛，垂直思考，直線，但是我哋一般嚟講，我哋做量嘅時候，其實一種水平的思考法，是，可是問題係，你這個當初的出現嘅量嘅題目時間，我想問一個問題，你係先想到答案，哪一項題目我用得出，還是講先想題目，哪項答案用得出？都有，某一天，有個時間先想到謎底，有的時候先想到題目不一定。譬如講，就像我提到講聽聽就好，你先想到聽聽就好，然後想講聽聽就好，用嚟去想要嘅題目，還是講先想到嘅題目，然後睇有想過？這題來講先想到答案的，先想到聽聽就好，那再去想說我們要怎麼把它出，對。那這題的思路就是我剛才講反面的思路，一般我們講說聽聽就好，就是說有敷衍啊，隨便聽聽就好，我覺得沒有很敷衍，對。它這是正面意思，它有療效，聽了以後就會好，有個正面的講法，一個是方面，對啊。如果你執着於正面，你就想不到那一句。聽一聽，我聽很有療效，聽很有效，怎麼想那句敷衍的話，你就想不到。所以這是我剛才講活化腦筋，有難度嘅。但是我感覺到講幾神奇啦，因為有時候我哋從同樣嘅都發現到講，跟同樣嘅從跟歷史故事有關係。可是個歷史故事我哋冇談過，我發現我哋根本都連一些線索都冇。但是老師兩個裡邊都同我哋生活裡邊幾多東西係有關係嘅，唔單止歷史啦、地理啦、人文啦。我想問一下，所以其實嘅現場做很多量嘅嗬。其實一般來講啊，呢嗰啲社會事件我團量啊，除非講我哋張一生元宵節嘅時間，社會事件我團量啊，我因為講也係一種世界上面的一種發通。但是對你來講嘅話，像我哋團量嘅種東西，係咪可以應用喺我哋一般嘅譬如講傳統啦，譬如講其他事物上面咯？陸陸續續都有在進行。那這個。傳統產業基本來講就是兩個，一個是美食，一個是美景。好像我要舉這個例子，圈若離圈，這個是天空體，靈感來自江蕙一首歌。對，我都想講，應該係我想嗰種，花落離枝嘛。冇錯，答案係都是法紀。冇錯，這也是被秒殺題目。那個題目就會引起大家興趣，大家覺得很有趣哈。花枝灰哪裡基？對，好，這題，好像很難吶，那事實上很簡單。花徑少，蓬門開，嗰種同以前一些詞有關係嗰種東西。靈感來自於杜甫的一首詩，是，那叫花徑不成緣客少，蓬門今時為君開。OK 哈，所以現在。花徑已經少了，蓬門開了，怎麼會這樣子？為什麼花徑會少，那蓬門會開？因為某個原因。猜一種食品，那一種 Seven 跟全家都有在賣那個杯麵哈，對，3個字。3個字。對，我們剛才那個詩是花徑不成緣客少嘛，蓬門今時為君。移民迎客來啦。冇錯，厲害。來一客，冇錯。嗰種地如果其實
从市场来讲法，等于讲其实我哋咧团量嘅唔单止係變成伊哋，我哋講伊哋季節，伊哋簽嘅時間，咱可以用得到。其實我哋生活地位，好嘛，幾度可以去囤，譬如講傳糖啦，吼，從我哋食品啦，可以做伊哋結合嘅部分。但從這個本身睇做嘢嘅團量嘅時間，你像我，頭先也有啲杜甫嘅詩啦，吼，你這個本身。總冇對到台灣嘅文化，無論講人咧，伊咧客家文化，安有興趣咯。安樣講哈，我從細就有興趣啦，有的時候我跟朋友開玩笑說，我們不是一覺醒來就要愛台灣的啊，不是一覺醒來就要推廣本土文化啊，這是我們生活中一點一滴要從小這樣累積過來。那對於量呢哈，我有一點使命感了哈，我有一個3個努力方向哈。第一個要讓燈謎台灣化，第二個要讓燈謎年輕化，第3個要讓燈謎普及化啊。對，那我先從第3個講起啊，普及化的部分。那其實我們都知道燈謎大概就元宵節才辦啊，元宵節才辦。那這種1年辦一次活動，大家很多人就忘記它，所以我們林邊是比較積極一點。元宵跟中秋都會辦哈，那我覺得這樣不夠，要一季辦一次啊，春夏秋冬這樣來辦，那配有一些節慶呢，也一起來辦，這樣讓大家看到它的存在，它才不會被一直萎縮下去啊。可是今日的節目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對新傳線上嘅一啲經歷地方，你看伊啲好多人開始學客家，又唔單止把客家學個按好，同時學個按到，伊嘛開始做我哋客家嘅一啲歌曲，最尾還會做我哋咧一啲團樣啊。其實對於新傳線上來講嘅話，其實台灣文化係伊生活地位最重要嘅一部分。啊，你今日嗰啲感謝我哋新傳線上，我哋講到分享按到人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